大家好，我係朱嘉怡。今日我想帶大家認識一個元素矽。佢佔地殼總質量嘅26%，係地球上第二豐富嘅元素。我哋腳下踩嘅每一粒沙，路邊嘅每一粒石頭都含有佢。其實矽仲有另一個名硅。咁矽係點樣被發現嘅呢？喺故事嘅開始，硅並唔係以一個清晰嘅元素身份出現嘅。早喺幾百年前，煉金術士們就喺處理沙子、晶石嘅時候，就知道裡面有某種土嘅成分，佢哋稱之為矽土。直到1824年，瑞典化學家貝采利烏斯先真正完成咗呢場證明嘅儀式。佢通過用金屬夾去還原四氟化硅，成功分離出一種深灰色嘅有金屬光澤嘅固體，佢將其命名為 silicon。呢個過程充滿咗艱辛，因為硅太容易同氧氣結合啦，喺自然界中幾乎揾唔到佢嘅真身。而貝采利烏斯嘅發現，第一次向人類證明嗰種構成大地骨架嘅矽，其實係一種獨立嘅化學元素。佢同碳、鍺係同一家族嘅兄弟。硅元素被確認存在之後，人類開始利用佢製造半導體材料。首先喺高溫電爐中以碳還原二氧化硅，將沙子轉化為粗硅。粗硅接下來要通過化學方法提純，達到電子級嘅純度，雜質要控制得非常低，大約每10億個硅原子裡面只可以混進一個其他原子。提純後嘅硅會先做成厚度唔到1毫米嘅單晶硅片，然後喺上面用光刻嘅方法刻出納米尺寸嘅電路。呢種硅片就係芯片嘅基礎材料，用嚟完成計算同埋儲存。如果冇從沙子到高純硅再到光刻嘅呢套工序，而家嘅智能手機同埋電腦處理器就做唔出嚟。硅喺加工嘅過程中都有一定嘅風險。生產環境中，如果有大量細微嘅硅粉懸浮喺空氣之中，被工人吸入之後，會長期損傷肺部組織，導致矽肺病。呢種疾病難以治癒。不過喺日常生活裡面，硅嘅應用就比較安全。例如建築用嘅普通玻璃同埋窗玻璃，主要成分係二氧化硅。洗髮水會添加硅油去改善順滑感。一啲食品包裝內附嘅乾燥劑由硅膠製成，用於吸收水分，保持食物鬆脆。從建築材料到日用產品，硅嘅使用好廣泛，只係通常唔以單質形態出現。目前全球面臨氣候變暖嘅問題，急需開發新能源。呢個時候，硅再次發揮咗重要嘅作用。屋頂嘅藍色太陽能板製作材料就係硅，硅可以將太陽光直接轉化為電能。呢個係一種成本低而且保護環境嘅能源。此外，喺電動汽車、5G 基站以及航天設備中，亦都使用咗多種高性能嘅硅材料。呢啲材料有助於提升車輛嘅續航時間，加快網絡傳輸速度，並且加強設備嘅耐用性。從1824年被發現到今日成為芯片同埋太陽能板嘅核心材料，硅已經深入融入咗我哋嘅生活。硅由原本隨處可見嘅沙子，經過人類嘅提煉同埋加工，變成咗支撐現代科技嘅關鍵材料。無論係處理信息嘅電子設備，定係產生電能嘅光伏板，我哋都離唔開佢。